各位 JBVC 嘅會員 VIP 同屋企人，你哋好啊！嚟緊6月份，樂明又有新搞作啦。6月3號、10號、17號、24號，逢星期二將會舉行4堂嘅太極班，時間係10點到11點半，係105 Gibson Centre。今次嘅太極班究竟有啲咩特別？等我哋嘅太極師傅 Wilson 話俾大家聽啦。佢而家將會示範佢呢個特色嘅太極，去片。呢套太極咧係坐住喺度啲凳耍太極嘅，係特別為行動不方便啊，同埋視障人士啊，可以練太極運動嘅，對佢哋身體各方面都好嘅。咁我而家開始健禮，跟住起式，手掌對住手去到個肩膊嘅高度，跟住撳翻隻雙手落嚟，跟住向左移，拎起左右手一齊提到高嘅肩膊，跟住做呢個金剛倒墜，就抹翻去右邊雙手嘅腰轉大手轉，跟住轉，跟住趌一趌嘅右腳踭，跟住擺嘅左手係接住雙掌向下嘅右手向後嘅，跟住拍隻左手落去嘅右臂壓，右手反掌，左手開起上去，跟住右手握拳到右腳提起，撳左掌落嚟，右手拎高，跟住反左掌搭右掌落去，揼腳拍落嚟。我哋去到8學2次，就打圈，右手向上，左手向下抹開，跟住閂翻埋隻左腳埋嚟，再開左腳踏一踏後少少，雙掌再開翻8學2次。咁我哋做埋嘅收式，就當頭炮係雙拳握掌推出去，跟住做個金剛倒墜，做收式。呢度係一部分啫，未全套嘅，所以就係用少少時間嚟。唔該晒 Wilson。好啦，咁如果我哋想報名可以點啊？我想報名，點樣報名啊？歡迎你啊！你可以打電話64755852282按3字揾我哋 JBVC 嘅同工 Phoebe 就報名啊。咁我可唔可以叫埋我老公一齊嚟玩啊？歡迎家屬都可以一齊參加，大家一齊強身健體。另外呢，今次嘅太極班呢，只需要每位支付10蚊就可以上到4堂，係10蚊啊！係啦，大家快啲嚟報名啦！